奉请着咱剑西大神苏港灵府剑西牌神兵。安平道单道长信中的依照剑西鼓励点睛，互剑西灵气加守护能量。由安平开台天后宫所关键的安平护所剑西，21号正式揭牌亮相，造型顶悬象征护政机关伫民众生活当中的关键角色，甲互不精神。右手拿印章，表示勇于负责，勇于认识，左手拿身份证，就是这 pass， 就是讲咱的民众安尼会当出去平安。剑西以绿色、柑仔色、蓝色做主要色水，分别展现生机甲平安、温暖甲活力、安定甲和平，呼应剑西作为护所守护神的角色，互人非常安心。这真的很特殊，我嘛感受讲这就是咱的迄个政府机关来咧关心咱地方的，这毋是讲甲你辟邪、甲你祝福以外，就是讲咱学习到迄个真上适的这个慈悲为怀、为民服务的这个精神。剑西守护的唔那是建筑空间，更象征对每一位请讲市民的关怀甲祝福。市府持续推展文化建立公共空间政策，希望行政场所唔那是办公的所在，卖当展现在地文化特色。但是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